各位 Tech Matrix 嘅觀眾，今日市場傳來一個相當震撼嘅消息，總值19億美金嘅資金正從比特幣嘅實體 ETF 市場急速撤出，同時科技股亦面臨龐大嘅壓力。以往被視為避險天堂嘅比特幣，今次似乎失守咗佢嘅防線。唔單止作為對沖工具嘅功能失效，更有分析指出 BTC 嘅價格正岌岌可危，隨時可能跌穿6萬美金嘅重要心理關口同技術支撐位。呢個情況揭示咗一個更深層嘅問題，當傳統市場與加密市場同步震盪，投資者嘅避險選擇究竟仲有冇真正嘅安全區？接下來我哋會深入剖析資金出走嘅背後原因，以及比特幣價格一旦失守6萬美金，可能會引發嘅連鎖反應。市場嘅風向已經悄悄改變，